寡人总是听月儿说长道短，但从未听你提过父王。魏后待你刻薄，难道你父王也待你不好？父王待月儿再好不过了。如何之好？父王是月儿的大老虎，我是父王的小老虎。儿时，我常到父王的大殿里去玩，我觉得父王一个人坐在大殿里很寂寞。我吃着父王案头的点心，还给父王捶背。父王要是批奏章批累了，他就会背着我在大殿里转悠。寡人看书简也看累了。来吧，小老虎，寡人陪你做回大老虎。大老虎，你真的背我？君无戏言，来吧。小老虎可是有点分量哦。嘿，不重，不重。大老虎的脑袋我摸的，老虎的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胡须我也摸的。做小老虎真的有那么好吗？那是，做小老虎自然好，小老虎比大老虎还威风呢。那大老虎要跑快一点啦。还要不要快一点？大老虎快跑！准备好了没有？下来吧，小老虎。大老虎背不动了，给寡人铺床更衣吧。
318年，芈月被册封为八子，位比中耕，禄至千担。从此，芈八子成为他一生的名字。月儿本以为，即使与大王同屋而眠，也不过到此为止。谁知孤男寡女，同屋不同榻，若不是太无情，便是用情太深。这么多后宫女子，只有你能得到大王如此垂青。姐姐，姐姐不会因此责怪芈月吧？大王看重妹妹，临幸妹妹是早晚的事，姐姐应当替你高兴。王后，可以歇息了。王后若不想睡，奴婢陪您说说话。姑姑先去睡吧。是。姐姐，我和樊长史都生了儿子，大王开恩，上个月才刚刚给我们继承了一个长史的分位，却比一个承宠没几天的人还低了2阶。自打我进宫起，也没见过大王如此专宠过一个人。先王后与大王也算是恩爱，可是大王对他也就是相敬如宾罢了。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丫头，竟然狐媚了大王的心。王后生了儿子多少天了？快2个月了吧。王后生了嫡子，大王去交房殿，去了几次？听永相的人说，也就4、5次吧。3次用膳，还有1次是路过那儿，顺便进去坐了坐。王后生了儿子，应该是大王的心头肉。眼下正是需要人怜爱的时候，大王若是乱了分寸，惹恼的不该是你。等着有些人心里长芽吧，用得着你我着急吗？我倒是希望大王对芈月再专宠一些，这样才合了我的心意呢。姐姐说的对呀，妹妹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？这香焚到现在才觉出好来，要有点耐心。八子，大公主，我来马厩多次，总巴望着能碰上你，可次次落空。今日大约日头打西边起的，你可终于露面了。这些日子我心里面正想着你，只是不得功夫去你宫里看你。算了吧，宫里人都知道父王对你宠爱有加，日日传旨要你侍寝，你心里哪还有我梦莹？别人说我也就罢了，反正他们都是与我不相干的人。若大公主你也如此说我，还让我怎么做人？好了好了，说来说去，反倒是我的不是了。说到底，上次我帮了你，你还没谢我呢。大恩不言谢，大公主受芈月一拜。
那我就受你这一拜。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父王啊！你父王已经让司马错将军带我弟弟魏冉从军了。这个我早已知晓。除此之外就没别的啦。还有什么？你说呢？你父王当然很好。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其实那次魏冉之事，我心里想，这大约就是缘分。我知道我父王心里定是有你的，可你心里有没有我父王，那就难说了。若不是因为魏夫人他们作怪，你大约也不肯低声下气去求人。你不去求我父王，又怎知你在我父王心中的分量？怎知我父王的好处？好啦，看你这嘴厉害的，我怕了你还不行。我这么帮你，反倒让你怕了。你若真想谢我，陪我去见个人，走吧。好。梦莹，你来了，姑母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来，姑母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芈月。拜见迎夫人。雍大人，大王大婚时曾见过，上次王后在后花园训斥国美人的时候又见过，今日相见，却看上去很不一样了。当然不一样，如今该称他为芈八子了。哦，我都忘了，你们早就认识。